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來嘅》，我係阿權妹鍾意權。有看到我家下說咧椰皮冇？哦，椰皮其實唔係酒啊，看起來用酒皮裝有一些咧搶酒，不過佢唔係酒哦，佢係鳳爪做嘅刺。哦，古時候講到椰鳳爪，椰下7、8月咧、8、9月咧就係椰鳳爪，我太出咧時節了。唔知大家對鳳爪椰隻東西、椰隻果子有認識佢，對佢有熟悉冇？我聽講到當然都唔係當了解鳳爪椰隻果子哦，今日就愛同大家來紹介下鳳爪這個有名嘅山體好美麗公館，愛同大家分享講鳳爪有乜嘅應用嘅食，有乜嘅特別嘅料理哦。家家來分享，今日嘅來賓找到24K 嘅創辦人淑慧，你好。大家好，我是蜜枣居的陳淑慧，我從台北移民到苗栗公館已經8年了。歡迎，那我以為係你的佩玲，佩玲你好。主持人好，各位福氣來了的觀眾們，大家好，我係梁佩玲。同分享兩位來到你福喜來哦，韓國啊，我家下說咧這個紅棗醋，我聽講佢係有機種植的紅棗，對不對？對。跟人哋用我想愛種下有機，因為我用我安尼問哦，其實阿佢冇愛父看我爸爸媽媽有種幾頭嘅鳳爪酥。其實我知道紅棗是很多蟲的，畢竟它的那個果實在成熟的時候，冬甜，怎麼會想要種植有機呀？其實公館的紅棗有100多年了嘛，那我們是一個台北人，然後搬到苗栗之後，就發現說，其實在它的生長期會用了很多農藥，那覺得很不一樣，是說紅棗大半都吃來養生，那養生的東西如果還有農藥殘留的話，其實是很可惜的。所以那個時候就開始在思索，是不是可以用有機的方式來改變傳統種植的不一樣。不過種下有機啊，其實有懂得做風水，有很多方式可以用來做驅蟲的部分。比如說，有人會用昆蟲的天敵防治法，假設就是我放什麼蟲去吃某種特定的昆蟲，某去供可能我噴一些辣椒水之類比較香味氣味比較濃厚的這種東西的味道來驅蟲。那想請問佩玲跟就是你們是怎麼樣去做這個驅蟲的部分？其實就是一般來講啊，這個驅蟲你少量的話，一點點種一點點，你可能像你講辣椒水啦，或者一些昆蟲不喜歡味道的東西可以。可是，在公館鄉，因為農民種的都很多嘛，很大一片，所以它最容易用的就是農藥。農藥一噴，蟲就全部死掉了。那我們在做有機的話，其實考慮的是說，我的整個生態是不是都能夠平衡？那有蟲就應該有鳥，對不對？然後有鳥，它可能又有老鷹，那你整個生態都好了，水裡面的生物也有了，那它才能夠維持健康。固定的數量。對，所以越做有機越久，那其實你能夠要去花精神去考慮說，我的蟲害危害的這個事情，應該就可以慢慢降低。那所以我們從一開始在試做有機的時候，可能大家第一個觀念都想，我要噴什麼東西，對，才可以把蟲殺死，對，或者趕走。那可是，在做有機的方式，可能想法會稍微不一樣一點，是說，我應該是要怎麼樣照顧那個樹的健康，讓蟲可能沒有那麼愛吃它。它很強壯，因為植物很有趣，它事實上它會分泌一些保護它自己的一些機制。紅棗也會嗎？對對對，那事實上我們都覺得，因為其實化學農藥發明之後，大家覺得這樣一噴蟲立刻死掉，對，很簡單很容易。可是事實上我們已經忽略了，其實本來植物本身它就有一些能夠去防禦它這些就是天敵啦或者什麼的一些方式，那這些要去嘗試。那當然是說，蟲害之所以會很多，就表示我們的那個食物生態鏈有個地方已經破損了，所以蟲才會那麼多。那因為現在天氣不好，就是氣候變遷太熱，所以蟲害很嚴重。那這個時候要去做一些控制，所以我們是在做控制，不是在
杀虫控制的部分。那我有听过有人是用网式的方式，那网式你们有尝试过吗？一般来讲，就是在果树，因为红枣算果树嘛，对，果树大概以往很少人用这个就是网式的方式去做了哈。那这个原因很多，因为大家都相信以前传统的那个网式它不通风，没错，然后蜜蜂没有办法授粉，对，授粉就会影响到果实的部分。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些有一些障碍，大家以往觉得不太适合，但是红枣它的特性是因为它在4月5月开花结果的时候遇到梅雨。然后7、8月要采收的时候又遇到台风，对，所以其实为什么每年台湾的红枣收成都不是很多的原因，就是我们受到这个很大的影响。那做一个网式，我们自己叫做生态网式，就是希望就是希望能够去建立你把它保护在一个网式里面，那可是虫子。跟鸟是不是也可以自由进出？哦，可是既然你把它网起来，然后给用起来，用的本给棚的落去，用的本条的也进去呢？对啊，所以就是那个网式的设计就要比较特别。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它是整个打开的，就像敞篷车一样。哦。对，它是打开的。对，那这样虫子也都飞进去啦。对啊，但是其实我们所需要解决，其实红枣最怕的是果蝇。果蝇。对，就是大家吃嘛，有时候水果过熟，有没有就会那个小虫跑出来？对，其实果蝇最严重。那因为网式它把它围篱架得很高，所以。果蝇它的习性，它是这样子飞，它不往上，可是蜜蜂就都可以。哦，蜜蜂可以飞很高，蜜蜂可以从1公里半以外的地方侦测到你这里有花蜜，它要来采蜜。所以我们的那样子设计是蜜蜂可以进来。哇，那这个设计的方式是哪里来的资料？因为我其实知道大部分人会用网式，但是我真经还忙是糖沟有你老给妙。嘎懂狗就是用非常高的这种网式，这个资讯是从哪里来的啊？好好奇哦。对，这个其实就是因为台湾以前最早是从荷兰，就是温室的那个概念引进。那可是，在台湾慢慢发展网式，就是它有通风性，因为一般的温室是完全密闭的，对，所以就很闷很热。那网式的好处又加上我们可以把整个天空开启，所以基本上它比较接近自然状态。那我们只有在下大雨啦，或者是就是要特别保护红枣的时候，才把它拉起来。所以它这个做法就是会。在一些现在新的农业设施去采用，所以我们是在公馆就是第一个这样子去尝试的。对对对。哇，姑说，你公馆没有要这种会激发用色的这个设置哦，对不对？国际化跟国际学习的这个方式。那另外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除了我们害虫的部分用网式来做一个从根源的控管以外啊，那如果说是肥料的部分呢，有几种的方法后来吃到给皮料，因为毕竟有机肥感觉跟化学肥两个放在一起，感觉就是化学肥比较肥一点点。这个部分要怎么做？其实就是一样的观念了哈。用有机肥，大家想的就是说，我在什么时候把肥料放下去，然后这个果树吃得到营养。但是跟人一样，我们其实。最好吃的时间是1日3餐嘛，你不会1个月才吃1次饭。对，那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有机肥是什么呢？除了自己去用园子里面的这些我们说的我们可以收集到的原来天然的材料去做以外，最好的是我们养的鸡。所以是从你们农场里面七嘎中的这些农作物，再加上鸡的鸡粪，对。所以是自己做的。对，所以其实就是几年下来很轻松的是说，我们的树它可能不缺果树最需要的氮肥，我们需要去补充的是其他让它可以开花啦，然后促进它果实比较甜美的这些肥料。那这些怎么办呢？就是我们都利用这些天然的这些材料，像就是磷肥可能是。就是海鸟粪啊，还有就是那个就是海藻精啊等等，对，然后去让它天然发酵之后来用。
哇，不过刚刚讲用给四眼，想到给四眼就吃到懂粗呢，不会臭吗？对啊，其实就是刚才讲的，就是好的那个发酵过程最重要。它经过发酵之后，很多人来我们的农园参观，都想哦，那个鸡舍应该很臭，肥料应该也很臭，但是它经过一个好的发酵腐熟，我们说腐熟，那它高温杀菌之后，其实整个肥料它已经没有原来的那些味道了。哇，原来也有几种风俗，有按道的比美同故事哦。还有嘛，该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跟同大家分享。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转到福起來嘅節目。今日Annie愛同大家分享咧係苗栗有機嘅風俗哦。剛才有講到其他條係七甲州嘅有機皮，這個有機肥的製作啊，剛剛我們講了材料，然後其實經過自然的發酵以後，其實佢唔會凍出，是可能那個臭味是因為自然發酵，它就不會有那個臭味的。那如果說製作的過程，它要經過多久，要做多久才可以讓它不會有這個臭味？那個有機皮這樣算是完全的熟成。其實，在做有機肥很重要，就是大家很怕那個阿莫尼亞那個味道。對，那事實上那個是它如果說在就是它的水分啊，好，跟我放下去的材料，比如說一些木屑啦，我們那個香菇的那些太公包的那個木屑啊，還有我們可能從就是雞舍清理的時候，把那些稻殼啦什麼，還有雞糞混在一起，它的比例很好的話，它開始去進行發酵的時候，那個臭味基本上它可以在就是一段時間就消失。所以一般做有機肥，通常我們就會從大概3到6個月，因為看天氣，冬天它要比較長一點的時間發酵，因為溫度不夠高。對。所以3到6個月，就做的有很高優質的，而且又是自己做的有機肥，然後就可以讓紅棗吃的頭好壯壯這樣子。對啊，對啊。哇，估數呀，全部有機的方式，糖起來真嘅係不簡單，很難去製作的，所以才可以用全程有機的方式。那除太牙吃到中風州呀種植的可能往事啊，然後有機肥料的過程很困難以外，還有一張素菜牙吃到咩東難用嚟講，因為我們屋卡有種嘅風州啊，唔講嚟看下媽媽，哎，摘嘅風州嘅時間，那個紅棗樹枝的刺多可怕，你知道嗎？那個刺全部長到暗蟲哎，這麼長的刺，嘿，當炸樹爬每個樹枝，然後每個是這樣一個一個這樣長哎，就跟那個灰姑娘那個王子要去救灰姑娘要披荊斬棘的，跟那個荊棘是長得一樣的耶，我覺得很可怕。這樣你們在採收的時候不會覺得很危險嗎？所以其實種紅棗啊，沒有被紅棗刺到，好像是不可能。對呀，對，那個刺很長，修剪。對啊，所以夏天必備的那個東西就是要有針，針那個刺如果刺到手的時候，要去把它挑出來。對，好可怕。所以我爸爸開玩笑說，那個種紅棗應該不怕小偷來偷哦。天然的那個防護就對。對，所以剛剛說要先把刺砍掉，是剪掉，對，是一根一根剪嗎？什麼時機要把它剪掉？紅棗它是在大概3月的時候開始，就是從冬眠期那個就是恢復生長，所以在冬至大概12月之後吃湯圓那個時候，然後就是它已經休眠。它葉子都掉光的時候，那個時候就可以開始剪刺。剪刺，對，那要用長一點的剪刀嗎？還好，就是一般那個果樹用的剪子去剪，所以那個時候你不會被刺到，會刺到的通常就是你在採果的時候，因為那時候是這一年新長出來的樹枝，所以因為它還有刺，對，那前一年老的樹枝已經被你剪掉了，它不會再長新的刺了。所以在採收的時候，是不是還是要特別小心？就算剪掉了，危險。對，而且採的時候不能戴手套啊。哈？為什麼？對，因為你要去選每一顆，這個紅棗熟了沒有，你得去看它。
哦，所以可能所以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采这样。啊，我不能戴着手套选吗？就是可能我把它转过来看一下它的那个熟成了没，不行吗？是可以，可是这样会很慢。因为夏天太阳很大，你只想赶快采一采，然后赶快回家。哦，古时候要做風俗唔係按簡單的事情哦。韓國阿爺他節目杜烘同大家紹嘅，大部分大家他熟悉的就是那個紅棗乾，紅紅的紅棗乾有沒有？像這個，但是呢，我前一步的我這樣子其實。并不是很多人知道说有这样子绿色强色的凤奏，就是大家不知道，因为其实亚韩芒酥，因为亚时节的管黑那韩芒酥，真的有一点点熟成的红枣，它其实会渐渐的有一些红斑、红点，那时候就可以采收了。其实这个红枣的鲜果跟凤奏这个红枣干。2个都是可以吃的，对，而且很多人不知道，我真的太惊讶了，居然有人不知道红枣可以直接吃，对。但是像我们家啊，我们家自己有种一点点红枣嘛，所以我们家也会有晒一点点红枣，就是因为怕虫吃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会在它绿绿的时候就摘了。那你们呢？你们是什么时期才摘红枣做红枣干？我们也是差不多。其实我们在第1年搬到公馆的时候，对，就是你拿这个给人家吃，那台北的朋友就说你为什么拿槟榔给我吃？是不是？对不对？太像了，不是槟榔哦，是凤奏。对，但是事实上我们会到真正可以采的，它是从这个头开始红下来。对，像这一串是它已经开始要进入白果期，就是由绿转白，然后转白再慢慢转红的时候，就是可以开始采了。哦，然后那个时候采的时候，就是它的营养是那个时候是维他命 C。就是这些就是营养元素最好的状态。红枣维他命 C 哦。对。哇，古时候要凤奏，我他来吃看拿这个红枣干，因为我看这个红枣的个头啊，其实跟同你看到给比如说中国的红枣，像那种药材店的那种红枣，都非常这么大颗吧。可是其实这个红枣只有这么大颗，对啊，有差蛮大的个头。有啊，你看我们的大概比较漂亮，大颗一点，这样子就比较那个是比较小的，这是还是小对不对？但是是比较小的。对，跟那个就是大的枣比起来，你看还是差很多。对，那我来吃吃。跟大陆的还是会差很多。哎，我觉得我们苗栗的凤奏后所以说它就是它的皮不会那么的硬，对不对？它的皮是比较软的，对。还有它的纤维很软，它里面的那个果肉是很软的，绵绵的，对，绵绵的。这应该是跟它鲜果的那个果肉的那个样子有关系吧？因为果肉的结构也是有一点像是海绵状的感觉，它中间就是也是有点蓬蓬的。对啊，就是大概这样形容。因为其实新鲜的你吃过嘛哈，它其实有点像富士苹果，只是水分没有那么多，松松的，对，没有对，就是它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就会变松松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它的糖分就越来越多，所以通常大暑是一个节气，对，它在大暑的时候就是进入红枣的那个成熟期，所以那个时候采收的红枣。它的甜度就会一直提高，所以前面那一段我觉得酸酸甜甜当水果吃是非常好。我也觉得，我也很喜欢，就很有经验。对啊，那一般就是我们可能像我会把红枣直接拿来当鲜果吃。听说你们还有别的吃法，有吗？有。对，比如说像我们在鲜果的话，就是当水果吃比较多。对。那再来的话，就是枣干的话，我们有变成很多不同的加工品。那它也可以像。我们会做成果酱，果酱它也可以做就是煎饼，然后不只是涂在吐司上面，或是馒头上面。红枣果酱，红枣果酱，我第一次听过，这看起来就是很像枣泥的感觉。对，我可以直接吃吃看吗？好，很浓。有一点酸酸的，这是台湾红枣，这是酸酸的耶，跟吃那个枣泥和枣糕的那个枣泥不太一样。对，所以这酸味是它本来的酸味，正常的，并不是另外再加的。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气候，所以造成我们台湾的红枣，
它事实上都还保留有果酸。那中国大陆的红枣，它们相对是甜度高，所以它就是那个很绵这样子，完全是不太一样的这个风土所创造的食物。哦，所以那枣泥旁边摆了沙拉，对，是表可以示把它放在，像我们有做红枣醋，哦，对，我们有做红枣醋，把它加一些青麻油，就像是橄榄油一样的，然后变成油醋，就把它淋在沙拉上面，然后再拌上红枣果酱。对对对，红枣果酱。对，哇，各位观众朋友，有识讲冇？用凤枣的吃同麻油做成是麻油嘛，对不对？麻油做成的油醋酱，韩国佮加酸酸甜甜的凤枣的果酱哦，也的东西做在拿来做沙拉哦，还有乜个凤枣好吃的料理，等下这个小给本大家先休息一下。好，冯阳真的福起來嘅節目，家下阿權冇有出嚟嘅鳳枣嘅果醬哦，還有鳳枣，韓國沙下來還有愛什麼嘅東西呢？細細來同大家紹嘅，我有看到嘅蛋紅，有看到蛋，這個是看起來像是茶葉蛋的東西。对，但事實上不是，它這個顏色完全是紅棗乾去。跟我爸爸發明的，他加肉桂葉，然後就去把它，就是花了半天時間去把它，就是燉出來煮出來的蛋，哇，所以它完全是紅棗的香味的蛋。呀，底部沒有醬油冇調油，都沒有。哦，看起來係有調油嘅聲呢，所以這個是甜的嗎？說起來，對，它有紅棗的甜味哈，鳳枣的甜味。哦，有鳳枣的甜蜜。韓國沙下來，其實我還有看到其他的產品哦，有紅棗薑汁，這個是什麼？這個是我們用有機的紅棗，加上台灣的黑糖跟老薑去做出來的。對啊。那我今天有做一個我們自己做的豆花，可以試試看。對，通常的話就是，其實這個熱喝的話會更好，其實對女生如果容易手腳冰冷的話，這樣加多一點好了，甜一點。來，哇，給我吃小點，謝謝安子 C。那老師看到韓國糖貢呀，這個豆花黑人家都有氣咖做哎，很特別。這豆子是台灣的黃豆做的。你看它一批就批到非常明顯那個豆花的香味，有一個很明顯的黃豆味。應該東浩是要種。就是真豆花，我在外面已經是太改豆花了。韓國加上這個紅棗薑汁，它並不會很辣，對不對？它只有一點點淡淡的味道。其實是主要是想要讓大家吃台灣紅棗的味道，就是所以我們薑並沒有放得太多。就是主要讓你們吃它酸酸甜，就是甜甜的，有點微酸的那種提味啦，提味而已。哦，韓國剛剛那個紅棗啊，我突然發現我是直接把它拿來吃，我並沒有經過清洗，我也沒有經過擦拭，這樣可以嗎？哦，這個是一開始很多客人會問我，對，好，所以我爸爸說，對，要怎麼樣才能夠吃紅棗乾？因為傳統都在地上曬，對，然後車子啊，什麼小狗啊，現在雞啊走來走去，PM2.5，對，可能對不太好，所以我爸爸那時候想，應該要洗一下，洗過再來曬，可是曬如果還在地上曬也不行，所以後來我們就想說，那利用我們家的那個農舍的屋頂。就來把它蓋成玻璃屋哦，就像莉亞她發面烘看到哎，對對對，所以曬的時候這樣子就，也好處就是夏天會有那個雷陣雨。對，莉亞尤其黑亞哈，就是這個對流非常嚴重的時候，而且又抬高了嘛，所以也沒有蒼蠅啊、螞蟻啊這些，所以相對它就會乾淨很多。哇，姑嫂牙不可愛鳳州有機種植以外，我也是直接可以拿來吃的。對。然後爸爸也非常聰明的想到先清洗。對。哦，哇，所以其實那這麼多的東西，還有包括產品，還有紅棗，這些都是你們在台北，本來你們在台北生活，但是你們放棄在台北的生活，來到苗栗，才會有這一些的成果。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從台北回來？其實我小時候就很想當農夫，
那本来想说，我工作退休以后才要来当农夫，对，大部分一般都是想这样。对，但是后来，因为我在40几岁的时候养了一只边境牧羊犬，那可是它比较不幸，它得了先天性的青光眼，医生说它会看不见。对，那因为这个狗很喜欢运动，所以后来就跟我爸爸商量说，它也爱种菜，然后我们就搬到乡下去好了，所以就找了很久，最后找到这个地方。种红枣的地方，觉得哦这里太好了，水好干净，交通也方便，然后我们客家人非常的友善。真的吗？对。故事人家的本来在台北，因为就是你知道，其实我觉得好山好水的时候才懂的，可能你讲台东啊、花莲啊、屏东这些地方有去看过吗？哦，没有跑那么远，我妈妈说这样太远了，亲戚朋友就找到都在，苗栗就对了。对，就没有，我们找了大概半年。找了很多地方，然后最远大概只有到嘉义啦。我妈妈说不要再往南了，太远了。不过你有没有陷到中凤州要到这植物呢？这怎么会想要选种红枣？其实因为我们到这边的时候，红枣原来就是在那个公馆里嘛，对，所以就是一开始就去学，那跟着人家学怎么种，可是一开始就是没有人做有机，不知道怎么做。对，所以刚开始就学人家就戴安全帽、穿雨衣去喷农药。戴安全帽？对啊，因为怕农药，我们都市人比较怕死。然后就觉得这样不行。我爸爸说不行，这样子喷药会怎么样？对，我说他说那个虫还没有死，我们自己可能先死掉。真的吗？是有喷农药，然后自己觉得闻到农药的味道觉得不舒服吗？对，因为农药通常会故意加一些味道，让你闻到它的臭味。对，所以你会觉得不舒服。所以我们第1年这样尝试就觉得植物没有长比较好吗？你当然会轻松很多啊。可是长久它其实对土地是不健康的。所以有受过什么就是严厉的挫折吗？很严重的挫折。我刚去的时候冬天的地上全部是荒土一片，我以为是因为太冷，所以草长不起来。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用了太多的除草剂或者化学农药，所以冬天没有草。但是我们有机种植之后，现在整个红枣园就是草地这样绿草如茵，非常漂亮。它慢慢恢复它，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它什么生态都有瓢虫啊，有蝴蝶啊，有蜜蜂啊，这样才是比较健康的环境。黑不黑讲来谈讲人家的，就是第一次喷洒农药之后，虽然收成变好了，但是后来其实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对，因为老天爷每年都要抽税，所以每年要看他今年要抽几%的税。对，那一年我们用化学农药肥料。长得非常的好，我想种红枣真简单，可是那个88风灾嘛，莫拉克来，然后下了4天4夜的雨，所以红枣都跟爆米花一样，全部发酵，在红枣园都是闻到那个臭酸那个酸味，因为发酵，然后你就想好吧，那显然这个方式对我们还是不适合，反正每年都有天灾，那就做我们自己原来想做的事情。所以我知道也是一个同好的学习，是一个同好的经验。还有刚刚淑慧你说你本来是想说要等到之后退休之后，才去务农，才去完成自己的梦想。但是你现在其实已经种红枣种的，你看已经有这么多产品了，算是有很好的成果了。那你本身学习的是跟这个相关的吗？对，我在大学跟出国念研究所都是念农学院。哇，所以你觉得在你学习的东西跟实际亲自来做有没有什么不同？学校学的是理论，所以你没有实务经验。那真正要学，真的还是跟老农学，因为他们是所有生活经验的累积。他看到山的那边乌云，他就知道大概什么时候要下雨了，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所以其实你们是不是也从在地的小农里面学到很多？对。那你觉得像你们在苗栗公馆这个地方，应该算是比较前面种有机的吧？
对，我们是算是第2个拿到有机第2个验证的，对。哇，第1个也是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那个在地的那个。那你有没有觉得这几年，就是从你们来公馆以后，人家就开始种有机，沙哈来是不是有渐渐的其他农民也跟进？刚开始大家不相信啊，到现在还是很多人不相信。真的吗？他说有机都骗人的。对，但是很多大家现在，因为主要是公馆农会，他觉得一定要去做无毒的这些红枣，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去年好像已经40-50个，我们在地的农民，公馆农民种红枣大概才100多人呢，所以差不多40%以上的人都可以做到没有农药残留的红枣。对，哇，鼓手啊，凤州的季节啦，呛呛美就要来了哦，红枣要来了。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找你们玩的时候，什么时间点去最好呢？夏天真的很热，但是它产季就是刚才讲大暑，对，大暑的时候，对。那我们觉得最好是像去年办活动哈，应该傍晚来。傍晚是不是？然后早上5点起来采红枣。鼓手后，他讲都会这个节气大暑的时候啊，记得我动作的早晨，我就会这个领安排为时节，都得去请书会，还有佩林家的来聊哦。今天谢谢你们来到节目现场，谢谢，谢谢。每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稍下来休息一下，等下同欣赏，向下来好好运动哦。